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熊一奎。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马克。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阿宽。大家好，我是小主播臭梅。欢迎收看2礼拜的社会事件簿。观众朋友都有感受到，假家风采冇到any富士马嘎。到底你们知不知道，台湾一年又有几个台风呢？一年有3到4个台风。精确的来说，一年会有超过2只数量的风采显示，不过3到4个是会来到台湾，影响到我们的台风。到底做乜嘢為咗風勢，或者你準備咧當節目嘅同法，會觀眾做詳細了解。所以今日來看2禮拜嘅社會太議題。每凊彩都做得比用風采較好，從有年我去老貝往百貨公司看天影，其實這暴風采對老貝都係當危險嘅。暴風采會安定人家，係迎接颱風大雨會帶來災害。係講風速1點鐘有62公里，就已經係強颱風采嘅。也是隻行地路行就沒一號行嘅。係講風速1點鐘超過128公里，就係中颱風采。1點鐘嘅風速超過184公里嘅下，就已經係強烈風采嘅。另外，政府政府嘅調查，暴風采不容易造成死亡，有67%家都會迎接無辜危險出現老貝，看得出安尼做係多危險嘅。上來我們有風采現身咯，插頭熱帶海洋風，熱頭東南，海水正快凍結，附近嘅熱冷空氣隨落嚟補充，安尼嘅循環就形成了100公里熱帶大氣壓，係講氣球增強就會變做風采。風采比台灣帶來更多意料，不過未帶來嘅亦都會災害。面色風采過後，就啲另外表風采假嘅，記得喺呢度不風采假下，平常會較強勁啲位喲。在台風的時候，我們一直聽到氣象預報，然後重複聽到說平均風力10級，然後最大陣風17級。那究竟這些什麼幾級的風代表什麼意思？又是怎麼樣分級的？來，阿寬。級數1是軟風，吹煙會被吹動；級數2是輕風，臉有被風吹的感覺，樹葉有聲；級數3是微風，樹葉及旗子會被吹動。其實我們現在講的這個，包括是氣象局也在使用叫做匍匐風級表，是一個風力等級的一個表格。那我們直接從每次颱風來最常聽到的一些級數來介紹。那9級風速是烈風，煙囪和屋瓦會被吹損。那現在我們就想說招牌啊，或者是路邊的一些設施會被吹壞。級數10，暴風，不常見，但如果發生就會拔樹倒屋。這邊我再打斷一下，那這就是蘇迪的颱風來的時候，它對台灣帶來的平均的風力。接下來我們看到是第11級，是狂風。極少見，有則必有重大災害。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從今日級開始效果的兩位第11級、12、13、14、15、16，有冇看到咧？其實係因為這樣嘅級數帶來的風已經太多，超過你所做的上場嘅影響，天窗會有嚴重嘅災害。所以最尾小解係兩位蘇鐵的風采帶來最大瞬間傾風，當然它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地形才會發生。可是17級風連描述都沒有，因為它已經超過一般我們所能想象的狀況了。這是我們看到。那看完風級表，我們或許會有點好奇，明明颱風是從太平洋，從我們台灣的東部海面上一直對着台灣來，然後這一次登陸的地方是在花蓮的附近。那為什麼在花蓮南一點點，它的鄰居台東反而是這次颱風受損最輕微的？為什麼會這樣子呢？馬克能為我們解釋，對不對？因為颱風中心是一個低氣壓，因此所有的風都會被它吸進來。在北半球是逆時鐘方向的
的旋转。对台东在这里，对，因为这边有中央山脉，嗯哼，因此这边吹来的风都已经被中央山脉挡住了。講到風采，其實冇強人像係杜甫記模式係綜合啲嘅小朋友都有各自嘅看法，用啲好風采，用啲鬧風采。小朋友要擺看風采，強下來看下邊兩層風物。當年7、8年嚟，台灣總係有1到3嘅風采數量，對生態啲嘢一條社會嚟講，講到風采應該都有經驗。嘅一條社會係本地有冇有風采家麼？嘅風采家又係做乜嘅嘢呢？也很多人問看啦，一條社會。因為出現很危險，下很大的雨，然後會去上學的時候會塞車。先準備好颱風時候需要的物品，會陪媽媽一起煮菜。我都在家裡看電視，或是玩玩具。在家裡看電視和玩電動，在家看電視或看看書。喜歡，因為不用上課。我很喜歡颱風天，因為可以放假。不太喜歡，因為原本有上課，可以跟同學玩，因為颱風假就不行了。喺啲都市風嘅安度社會，講到風采一槍一槍用嘅。喺呢度嘅是傳出在前嘅桃園市福建區，也特別係社會會較講風采麼？停電，然後風很大啊，有一次最嚴重有到2到3小時吧，然後就很無聊啊。那你喜歡颱風天嗎？蠻喜歡的，喜歡。我喜歡颱風天，颱風假有時候不用上課，不用上課，因為那個在家裡做錯事的時候不會被爸爸媽媽發現躲在哪裡，因為他可以在家裡玩。來，我們可以看到小朋友們其實對於颱風，因為那時候這個蘇迪勒還沒來，對你們來講，8月的蘇迪勒颱風有沒有讓你對於颱風的態度或想法產生任何改變的？那個颱風應該算是自有記憶以來比較強的。颱風過後，樹都倒啦，然後有人在清理那種，就是車子來載那個倒的樹。所以你才覺得原來這一次真的風力很強。對啊，晚上睡覺的時候，玻璃也會搖動。阿寬對於這次的颱風，你自己有什麼體驗？我就是覺得這次雨量和路樹倒塌的次數特別的多，然後風也非常的強烈。有在安親班或者其他地方跟同學一起討論這個颱風的嗎？就有些同學說，他們家有小積水、小淹水的情況，然後也有停電、停水的情況。阿寬，你這次颱風當中，你有沒有什麼印象最深刻的畫面？就是摩托車被捲到半空中。你覺得像那樣的風大概到幾級了？大概有100多，然後最嚴重可能甚至會到200多，超過100，對不對？時速超過100公里，所以至少是我們看的11級以上、狂風以上的等級，對不對？才可以把這麼重的摩托車，那摩托車至少我看有50到80公斤吧。那肯定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畫面，讓你覺得哇，這個颱風真的不簡單？就是樓下停車場的鐵門，就整個被吹垮了，那輛車子都不能出來，然後零件那些都掉出來了。有讓任何一個時刻讓你感覺到害怕的嗎？因為我們18樓，然後那個風又很聲音又很大，所以我們從上面窗戶有滲水嗎？有，爸爸媽媽房間是木頭地板，然後會從那個，因為它是一個大玻璃落地窗，對，然後會從縫隙滲水，然後那邊就有點小淹水，就覺得說18樓還會淹水。對。然後還有從上面往下看的樣子，有點恐怖。那個風帶着雨，那邊刷，那個畫面都看得很清楚。眼看着3屆大隊杜甫記嘅小朋友對禮拜蘇迪的風采留下安全嘅印象，到底對風采之後，其他地方嘅小朋友又係樣板來看呢？過來談下邊兩段訪問。蘇迪的風采過後，現在過去到桃園市福建區拜訪前線接受訪問的4個小朋友，請見到老一輩把風采嘅經驗畫下來，並同人講看啊，一擺風采過後有乜嘅改變？我不喜歡颱風啊，因為那個它會把那個機車行上面被沖下來啊，然後那些水啊，然後到那個下面的那個河流啊，然後水變成急流啊。
然后如果想说下一次换我们家被冲走怎么办？所以我不喜欢台风。土石流很多天了，马路都并过。我要画这幅画是因为那个有土石流，然后有很多家房子被吹倒，和我们常去那个游泳的溪都那个变黄，因为是被土石流那个土污染，所以我们就不会去那游泳。台风很恐怖，如果在这里如果不小心要被冲下去了，所以我现在觉得台风天没有很好。然后我洗澡的时候没有电也没有水，山水间的那个房子都被吹走。那你现在还会喜欢台风吗？喜欢啊，可以躲猫猫。你可以告诉我们你几岁？要9岁。这次台风来，然后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土石流，然后下面有一些房子已经被淹掉了。看到一些人围着，然后发现有人的车子被吹到一个地方，然后人已经再去医院了。对于台风假这件事情，或对台风这个东西，有新的想法？有点不喜欢啊，因为停电都停很久啊，这样都会很热。你知道热带气旋发生在不同位置，名称就不一样吗？发生在北太平洋西部及南海，称作为台风；发生在大西洋、加勒比海、墨西哥湾以及东太平洋，称作为飓风；发生在印度洋的则是旋风。洗下茶，我一下妞，脚脚真的哟。差不多就讲年之前，牵涉台湾的数天的风采，不限制係有史以來最強嘅風采。除了高鐵在前，很預計之前的風采當中，還冇看到冇到安陽從外，所以數啊望到蠻難都係做乜嘅話安陽來看下邊兩段新聞。印度的風采來，就會談到盧奧特、鹽水、韓國土石流。今年較冇強用嘅係東島嘅數位風台。從台北市來講，2023年的強烈風采數列有3609台灣數位本港吹到大甲。今年的數天的風采總共有7000條大甲，減減的為9000條團體。數到上海的數位有16000條。主題風太太還有乜嘅原因呢？有人認為種數嘅環境韓國銀行頭嘅設計唔好，沒有人認為同修建韓國用戶當有關係。韓國有人打拍過。同唔錯數位來做嘅係動態嘅問題，風采這位係重新檢討數位管理嘅好時機，大家有對100嘅經驗來檢討種數位嘅問題冇，潛在有數位有幾好嘅有幾渣咩？很多數位都蠻難倒退按到，因地講你係台詞真嘅力量，因為對當多地方都創下強群風嘅記錄。不過長遠就做因為戰術到底要哪條？見到節目地圖為個繞長度，而家數位專家，同時係軍隊警官專家為個繞長度嘅係李必峰李先生，先生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李必峰，我來自新竹我是一位獸醫，也從事很多景觀的專業工作。謝謝這個醫生樹醫生來到我們節目現場。我們的小歐們其實已經先做了研究，他們有去搜尋資料，究竟為什麼這一次的颱風好像樹倒下來的狀況特別嚴重、特別多？有沒有什麼問題要請教李老師？請問要種植什麼樹種才適合在市區又不容易倒？這個問題蠻好的，因為樹它在台灣來講，它本來就有一些所謂的原生樹種，它種類就蠻多的，大概將近快1萬種。那我們台灣又是一個寶島，就所謂的大溫室，所以我們在長期以來都有很多的一些引進國外的品種，所以在台灣大概引進了國外品種之後呢，台灣的樹種大概有2-3萬種。所以這麼多的種類當中，都適合在台灣種。那李老師，我反而想要用簡單的2分法，因為你一開始介紹我們有本土種、原生的跟外來種。這一次蘇迪的颱風當中有統計倒比較多的是
原生的还是外来的吗？大部分都是国外的外来种，而且属于比较热带性、速生性的植物，比如说大家所知道的黑板树，还有像印度香蕉树这一类的，因为它树体太大，那包含像菩提树啊、木棉啊，这些都是。所以这些树种其实它抗风性并不好，但它原生环境的什么南美洲或非洲，它没有什么样的一些风灾，所以可以长得很高大。那在台湾高温又多湿又风大，所以这个就不太适合了。外来种的树到底种在哪里才是最适合的？那外来树种不是说完全不能在台湾种，我们首先要先了解它的特性。也许有些树种长得特别高大，需要特别宽的场地，也许你可以在公园绿地比较宽阔的地方，然后把它的合理的一个植栽间距设计好。那就可以让它在那边长得很漂亮、很大。像台湾有几个植物园都是外来树种，你可以去那边欣赏的地方。他们就是因为有好的条件嘛，所以外来树种如果说不了解它的条件，就不要贸然的设计在都市当行道树用，或设计在公园里面种太密，因为未来它长大会长什么样子我们都不清楚。其实目前我们看很多岛的树都种在那个人行道居多，因为人行道它的那个宽度太窄了。太窄，它那个根系生长有限，都在那边盘根，不能开张。因为人行道它是一个不友善植物的环境，因为它太小了。请问老师，那树穴的大小、它的直径跟它的深度要如何才是最适合树生长？现在目前根据我们的研究尤其在景观工会去年有颁布一个技术规则，那告诉我们的业者就是说我们在种树的时候，土球假设它是50公分这么大，那我们要2倍宽就是1米1米。那这个如果说树的土球挖起来有1公尺，那你的那个植穴就要2米，是这样子去算的。2倍那土球它有一个厚度嘛，有些土球像鸡蛋一样的比较椭圆形，有的是圆球形，有的扁圆形，那就以这个土球的这个高度厚度要1.3倍。比如说它的土球50公分，那我们乘1.3倍大概是65公分这样子，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2倍宽，1.3倍的深，这样的植穴就最适合来种一棵树。那所以一个小植穴种太大的树是不适合的，所以要配合植穴的大小来选规格，那这样的话来种会比较理想。那请问，如果将一个树穴跟一个树穴中间打通，都是泥土？哇，这样是最好的。对，其实我们现在在建议很多的政府单位，很多的植穴单独一个一个，不如2、3个把它连成叫绿带。那打开绿带之后，它的根系就会互相怎样？你跟我，他跟他，大家手拉手，有没有？那个根部就像手拉手一样，就比较不会倒。那对于生长空间比较好，对树来讲也相对比较理想。所以这是个很好的建议。请问树倒了怎么办？树倒了其实我们要先看树种的特性，然后在黄金72小时2、3天内赶快把它种起来。尤其是第一类，就是说像落叶树，有桃花啦、樱花、梅花、枫树这一类的，只要会落叶的树种，那么在夏天刚好是它最不适合的时间，所以这一类要优先抢救。那第二类就是松、杉、柏这一类的树种，因为它是冬天越冷，它是越能够坚强在那边抵抗。夏天太热，它不喜欢嘛，所以这个不适合的环境的这些松、杉、柏要分为第2类，也要尽快抢救。那第3类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榕树啦、黑板树，热带性植物没有关系，大概延后一点，因为我们的能力有限。那倒了以后呢，首先我们要先把它糊正。糊正的时候可以把那些根部断掉的、裂的、碎的或者腐烂的就把它剪掉。修根，我们可以把树干包保鲜膜，因为保鲜膜可以保水透气，然后也可以防止它水分大量蒸散。种回去以后，那个根部吸收水分会像吸那个吸管一样，很快就送到末梢去了。那第3个步骤要修叶，要除叶，把老叶嫩芽要摘掉，摘除。然后留下那个细的枝条，因为细的枝条都有节就有芽眼，芽眼就会发芽，会长叶，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枝条要留越多越好，而不是像一般就把那个砍了，变光秃秃的一根电线杆，再会种回去，这样不好。那请问被吹得很惨的该怎么办？一般在断折的部位，我们就要把它锯掉。那在专业的处理那个。切掉的伤口是要看机械领环去下刀的。那一般人如果说就断得像电线杆一个裸枝的状态那我们就是不要剪平的最好45度斜切。那以后它的那个芽眼会有高中低的这个层次，以后它的分支会比较理想。所以断到哪里剪到哪里，然后另外再来做一个结构性的判断，也就像是我们人2只手一样长，对不对？那万一这棵树断了变成一根长一边短，那就不得已了，把比较长的要把它缩短，把它截短，让它那个对称的结构
树也会怕不平衡。对，以后才不会不平衡。那这样以后再让它慢慢的发育，这样子一剪下来哦，大概没有什么枝叶了，只剩下主干、主枝、次主枝，大概几个结构枝而已。但是保持它均衡，未来发育，它还是可以过好它的一辈子。我想问是要怎么去养护这些树木？对于那个植栽的基盘，就是属于那个土壤根部的土壤，要先做检查。像这次你倒掉，你可以发现那个土球边都是砖块，都是石头，所以当初施工就发生问题。那你维护的时候也要去注意，它土会不会硬化。如果太硬的话，这个水分也会下不去。那你施太多的肥料跟浇水是没有用的。那一般人行道的树是不会浇水，靠老天爷。所以老天爷下雨的时候，那个水进不去。可像今年初我们还做过一个专题，就是很久的干旱，这样子还撑得了那么久吗？对，所以树木对于长久的干旱，它有一些所谓的休眠现象，它也会有一些反馈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它会比较不开花、不结果，或甚至会落花、落果、落叶，达到一个休眠的状态，这都会有的。如果今天在维护的时候，除了检查那个基盘条件、土壤条件好不好，这是要的。第二，看有没有病虫害，对不对？但最重要是修剪，因为树一直长大，生长空间又有限。如果我们可以把树木的一些不良枝修剪掉，那么这个风的穿透就会隐隐约约被它做一个干扰，那这样才不会整个就是完全主峰状态，然后就整个倒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那不当的修剪也是造成这次风灾主要的原因。人们都以为说一棵树长那么高，它会倒，事先把它砍头的、剃光头。这样的修剪，那这样是不对的，因为感觉让树叶比较不会有风阻啊。对，它变电线杆树，对不对？那当这样有一个电线杆树的大伤口，它会萌生多芽，那很多的芽在一个小的枝条部位，这个就变成怎样？就像我们手指头，如果5根手指头，这每一根都有一个力量，变10根的时候，每一个地方的拉扯力量，它的结构会被分散的，所以就容易断枝。所以为什么这次台风它断枝很严重，也是这个原因，因为过去有一些不当的修剪。今位非常的感谢李先生带来按详细介绍后，本你了解。虽然讲大概大家差不多都会讲是风采风太强，首先树我讲的望太暗多，因为经过李先生介绍讲的，人为的因素，不论是现种也好，施作也好，也是维护也好，都就动态的关系哦。所以大家南北提出特别的注意。以上是2礼拜节目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下一个礼拜暗部头7点半，记得准时收听。社会事件部，谢谢，拜拜。首先，我想先请教教授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谈伊斯兰国呢？我相信在小主播到他们大学时代，这个议题可能都还会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国家，就是所有的穆斯林，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不管权利或声律，都要变成一个国家。他们领土建那么大，他的目的是为了要对抗谁？